大家好，我是各家佛教中心的孝经讲法师，是尊贵的赞图古仁波切的弟子。那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的是仁波切这本书 Peace， 那中文名字是宁静。那这本书呢，总共分成8章，28个小节。那我们现在是在第14个小节，也就是第3章的第4节。那第3章的第4节呢，这个讲的内容主要是 peace entails not complaining， 那就是说宁静包含了不抱怨。那脚题呢是，如果你持续的抱怨的话，其实你没有在帮助任何人，你只会制造更多的仇恨，而且把别人赶走而已。所以要停止愤怒，要停止去忽略人们，为自己负起责任。那这个我们上个星期上次其实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它的内容，就是说他说为什么我们不应该抱怨。那首先其实抱怨是什么情况？你想想你过去抱怨能够改善情况吗？你曾经因为抱怨而把事情解决了吗？那抱怨其实并不会把情况变得更好。那第二个呢，你抱怨其实很伤人的。第三个，其实是你选择了一个，很多时候你目前所面对的情况是你所选择的，你选择了现在的环境。比如说你跟别人抱怨你丈夫如何不好，那是谁选择的？是你选择的，不是吗？那你抱怨你的工作环境怎么样，那是谁做的？那还是你选择的很多时候东西都是我们自己选择。所以该怎么做呢？其实我们其实该做的其实并不是去抱怨，而是去放下。你从此以后你学会放下，你跟那些人你不喜欢的人，你跟他们交朋友。那些让你困扰的人，其实你要改变的心态，你开始转化，那才是一个佛法修行者所该做的。那该怎么放下呢？其实很多人说放下谈很容易，就是怎么说？那放下首先你必须要意识到一点，其实佛教常说的因果嘛。你如果意识到一切，你今天所面对的任何问题，你所遇到的任何人，你所遭受的任何障碍等等，你其实如果是一个真正的佛教徒，你都知道这其实一切都是因果决定的。那今天会有这样子的果，必然是过去的因。那过去谁种的因，谁遭受这个果，就谁种这个因啊。所以你遭了这个果，当然就是你种这个因。所以是你过去造下这样子的因，有这样子的业。所以你明白了这一点呢，就必须接受啊，不是别人害你的，是你自己害你自己的。所以当你一次又一次的你去思考这个东西过后，这个道理你想清楚过后呢，其实就能够逐渐放下。那有些人说情况是不管怎么样，现在他们做的太过分了，是他们在伤害你。事实上并不是，没有人能够伤害你，除了你允许别人伤害你，或者是你自己本身，你的放不下，你的执着，导致你自己受更严重的伤害。其实那是你自己在伤害你自己。所以要放下什么呢？放下你的愤怒，要放下你的期待，要放下你的投射，或者对别人的一厢情愿的一种想法，一种期望。那很多人说干嘛放下？为什么是我放下，不是别人放下？那这一点上，其实你今天为什么会有机会听闻佛法？我们都知道，其实佛法是很殊胜，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听闻的。所以你今天你听到了这个叫你放下的这个道理，教你怎么一步一步的学会放下，那是因为你有机会接触佛法，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接触佛法的。那你有机会接触佛法的话，没有人有人告诉你为什么要放下，那所以你就算是你懂得比别人多，所以你要学会放下。那你学会放下过后，你自己本身知道放下的好处了，你才能把这样子的一种概念、这样子的观念带给你身边的人。所以别人可能没有这样子的功德，你有这样子的功德，你有这样子的福报，你有机会去听闻这样子的道理。那所以你就比别人怎么说呢？你懂得比较多，那你就比别人多做一些啊。其实，况且那过去这个因果还是你自己种下的，
好，那是上一次讲到的读的，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内容。那今天呢，继续跟大家分享接下去的内容。You might ask why they don't let go. Because they didn't have anyone to tell them. 哦，不是，错，应该上一次停在这里。To get rid of anger, you have to get rid of the ego. It is not just about getting rid of anger. It is about eliminating wrong self-projection and the self-cherishing mind. As long as you have the self-cherishing mind, you will have anger. So don't talk about anger. Talk about the self-cherishing mind and work on that. When you work on that, you will realize that it is not about a person who makes you angry. It's about yourself and how you get rid of the anger. When you finish reading these teachings, take a vow not to complain anyone. Every time you want to complain, control your mouth. That includes controlling yourself from writing it down. Don't be smart and think that even though you do not say anything, you can make others read your written complaints. 好，那这两段呢，他说，我们之前说要放下嘛，然后就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愤怒，那要怎么去消除愤怒呢？因为其实你一开始愤怒，你可能就会怎么说呢？就会说出一些伤害人的话，去包笑啊，去吼啊，去打骂了。那你一开始愤怒的话，就别人没有人愿意靠近你啊。那你愤怒了，你怎么说？那身边的人不懂佛法，他也不懂得控制他自己，他就自然对你的愤怒做出反应，然后你再对他的反应做出反应，像这样子下去，其实是没完没了的。所以那些你要设法解决你的愤怒，首先是让你解决了那个愤怒的话，那该怎么解决？那在这两段就是说，如果你要消除愤怒的话，你首先其实你要针对它的根本的原因，你要把你的自我去除掉，不只是消除愤怒而已。那愤怒只是一个表现，它不是一个根本。你根本的就是会导致你常常愤怒的一个原因呢，是因为你太过执着于你自己，你错误的去怎么说呢？你执着你的投射和那种你的我爱着的心理，只要有一天你还是有我爱着的心理的话，你就会愤怒。怎么说呢？如果说你不在乎自己的输赢的话，你哪来愤怒？如果你并不是很在乎自己是对还是错的话，你哪来愤怒？你如果不是很在乎你的怎么说呢？你的道理都必须正确的话，哪来愤怒？所以你的愤怒都来自于你的我爱值。所以先不要谈愤怒，去谈我爱值这个心理，然后针对它来做出努力。所以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就会明白说，这些愤怒并不是来自他人，而是来自自己。而且你也会看到你该怎么去消除这样子的愤怒。那仁波切说，读了这一段之后，其实我们应该要下定决心，不要再抱怨了。因为当我们想要抱怨的时候呢，你就要控制一下自己的嘴巴。那控制自己的嘴巴，包括自己，也不要把它写下来。有些人说哦好，我不讲，那就拼命的。那现在嘛很流行，大家传短讯的，通过各种各样的平台，不说好不要紧啊，就不能写。那其实你把它写下来也是一样的。不要执着，不要走这种怎么讲呢？走这种歪道，就以为就取巧的认为不说用写的也可以来发泄你的愤怒，其实这是没用的，因为你这样用透过写的话呢，愤怒还是愤怒的。If you mess up, don't worry. There were many hours you didn't mess up. Congratulate yourself on that. If you mess up, push yourself the next day. When do you give up? You never give up. Do you want to go back to what you were? Do you want to be unhappy? Do you want to waste the rest of life until they bury you in the ground being a complainer? Or do you want to leave a mark of kindness behind?
If you complain 50 times a day, then you cut it down to 48, then make it 47, 46, 45, etc. Remember, you created the karma to be in this situation and to have this rebirth. You made the choice, you did it. You have to experience it. It is very simple. Don't complain, don't blame others, take responsibility. Then your anger lessens. You begin to accept people. Your sour face becomes sweet and it becomes a much better life. 那他说我们学习控制愤怒嘛，其实当然不是第一次就会圆满成功的。那你愤怒了几十年，那你第一次可能控制愤怒的时候，整个感觉还是很僵的，还是很不甘愿，还是很就是很不自然的。但是其实并不重要，首先是呢，你要开始。所以说，如果不小心搞砸的话，那你别担心，因为怎么说呢？你搞砸一次，那许多时候你还是没有搞砸的。所以，如果你搞砸了，那第二天再继续，再鼓励自己啊。最重要是不要放弃。那仁波切很重要的，很多时候他让我们看到的一点就是，不管做什么都好，你失败不要紧，你可以失败99次，那第100次你可能开始成功。你从过去的失败中你吸取了经验，而且过去的努力性并没有白费的。那你不断的做，那你会越来越成功的。所以你搞砸了，那第一天再继续啊，反正就是不要放弃。因为如果有什么东西比回到原本的样子是更糟糕的。所以过去的你如果不快乐的话，那你就不要回去过去。那难道你想要变得不快乐吗？难道你回想你想要用你过去的生命，要用你接下去的生命继续像以往这样子，是不断的在抱怨，不断的抱怨，让身边的人都害怕你，远离你，不想接触你吗？你打算这么做一直到你死去为止吧？还是你打算换一个不同的一种给别人不同的印象，换一个不同的声誉？所以改变是什么呢？其实很多人不太想去做一些改变，或者是很多时候得不到一些，觉得做什么东西没有什么鼓励性，是他希望一夜之间一切都会改变，其实不可能。那我们怎么做呢？用可以计算的方式来做，比如说你过去一天抱怨50次的话，那你逐渐减少啊。昨天抱怨50次呢，今天你比抱怨49次，那也是一个进步啊。虽然你还在抱怨，虽然你一整天大部分时候都在抱怨，虽然别人印象中你还在抱怨，但是你自己知道，其实你有一次你是控制你自己了，你成功控制你自己，你不抱怨了。所以你今天49次，明天48次，那逐渐这样子，那慢慢，终有一天，可能如果你真的每一天能控制那么一次的话，那到了50天过后，你是不是等于不抱怨了呢？那如果不行的话，那几百天呢，就反正只要有努力的话，它慢慢它会变成一个习惯。而且你要知道，你之所以会投身在这个地方，这是佛法很强调的。你今天所会面对的各种环境，你会面对的各种人，是你过去自己造的业，这是你的选择。你做过了什么东西，你要去经历，这是很简单的。所以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就不要抱怨，那欢喜受，不要去埋怨他人，你要负责任。当你开始这么做之后，其实好处是什么？你的愤怒会逐渐减少，然后你开始去接受其他人。你的脸就不会变那么臭。当你脸不这么臭的时候，整个生活呢就会变得更好了。When you stop complaining, you will find that people change. Why? Because you change. When you stop complaining, your anger will become less. Why will anger become less? The anger comes from you. Therefore, you have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 not other. Even if the 20 people who made you angry say they are sorry, there will be another 20 people next year, next month, or next week, in another place who will make you angry. If you don't change, people will keep making you angry. If you change, people cannot make you angry. Wherever you are, then you start living. You're not living right now by being angry, by ignoring people, or by having a lot of sadness and depression. You are not living, you are dying. So you need to live, and you can achieve this by letting go of expectations. So, stop thinking.
that things should be this way or that way, and questioning when it doesn't happen the way you think it should. Let go. I promise you, life will change. 好。那当你停止抱怨之后呢，有什么好处？当你停止抱怨过后，你会发现身边的人也会慢慢的跟着改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你改变了，当你停止抱怨了，你的愤怒就会减少了。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是这样子，你的抱怨来自你的愤怒，那你的抱怨呢，其实又会加剧你的愤怒。所以当你去控制这个抱怨的时候，那你的愤怒就会减少。因为愤怒其实是来自你自己的，所以当你在控制他的行为的时候，他就会减少。所以你必须要去对他做些什么东西，而不是等待别人。那其实是这样子，你看，如果说你愤怒了，即使那20个你身边让你愤怒的人，即使他们都向你道歉了，但是可能在下个星期，这些下一个月或者下一年，或者你换另一个地方，还是会有另外有新的一批20个人，同样的，他们在另一个地点引起你的愤怒。你发现其实，因为你的愤怒如果不改变的话，它的结局还是一样的，换一个地点，换一些人，所以人们会一直让你生气，不断的惹你生气。那如果你改变了，无论在什么地方，别人就没有办法再让你愤怒。那这样子呢，你才算是真正的活着了。其实这些东西我们可能看不到自己的一些习惯、自己的习性，但是我们看到别人，比如说你会知道身边有一些人是特别容易动怒的。你知道今天就是整个公司嘛，可能有10个同事，那你知道不管是同事 A 还是 B 还是 C， 他们只要说了不太顺耳，不太顺着对方的话呢，那个人一定会愤怒。所以你明白，比如说你看过你的这个很容易愤怒的同事对 A 对 B 表达愤怒过了，当 C 决定对他做一些什么事情，就是可能 C 讲的某些话不太动听的时候，你已经可以看到，就是说你已经可以预见你这个同事会发怒了。所以你明白，并不是因为 A 或者 B 或者 C 有问题，而是因为那一个人本身就很容易愤怒。所以同样的情况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如果我们是一个很容易抱怨、很容易生气的人，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是一样的。而且这个愤怒呢，你愤怒了，你忽略他人啊什么，或者是你的难过或者忧郁，他其实并没有让你活着，他没有让你把握当下，他没有让你活在当下，他让你怎么样？这些东西其实是在伤害我们的生命，它等于是让我们在逐渐的走向死亡。所以如果说我们不打算以这种一种走向死亡的方式在生活的话呢，你就要学会放下你的愤怒，你要学会放下你的期待，学会放下你的就是一些不切实际的一种预期，什么事情该怎么发生这样子的一种期待。那你要停止去认为说事情应该怎么做的。那你有发现到吗？其实很容易生气的那些人，很容易愤怒的那些人，都是常常有很多期待的人。他自己本身他期待了别人没有完成他的期待了，他就愤怒。这种情况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要放下这个愤怒，其实你应该放下那种期待事情应该怎么做，就认为事情应该怎么走，事情应该怎么如何发展。这些全部都是一些预设性的一种想法，你要放下这种想法。你放下这种想法的话呢，你怎么说呢？当事情不朝着你预计的方向发展的时候，你就不会生气。那具体该怎么做呢？其实你只要当事情不按照你的方式来发展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做的是暂时就是让自己平静下来。你不需要不断的去追问，你不需要不断的埋怨，你只要放下。你放下的话呢，你的生命就会发生改变。I'm not asking you to prostrate in front of the Buddha or to come and kiss my feet,
I'm asking you to take refuge in the Dharma and surrender. Take responsibility by accepting what happens to you and improving yourself. Dharma is determination based on a clear perception of reality. At this level, having a clear perception of reality is about taking responsibility for the bad things that happen in life, as well as taking credit for the good things. We like to take credit for the good things that happen, but we don't want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bad things. Taking responsibility is a nice phrase, but what does it really mean? It means that you do not blame others. Even if someone is at fault, you should not blame others, blame them, and you should not point finger. If you practice not blaming others, then whether someone is right or wrong, you will not blame them. There could be times when you come across someone who is sincerely in the right, but because you are in the habit of blaming others, you could hurt them. Instead, if you train yourself not even to blame people who are wrong, then the people who deserve your compassion will also benefit. 那仁波切说，他并不是要你在佛前去跪拜或者是亲吻他的脚。仁波切说，他只希望我们能够全心的，我们能够皈依佛法，并完全的跟从。我们要透过接受事实来改进自己，为自己负责任。因为佛法是什么？其实佛法教会我们的是什么叫真实的情况，就是实相。我们要去认知实相，然后做出正确的决定。所以，因为在这个程度上呢，你对实相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认知的话，就等于说你对生命中所发现的一些各种不好的事情，你愿意负起责任。那同时你也接受美好的事情。那很多时候我们很喜欢接受好的事情，我们很喜欢接受各种各样的赞扬之类的，但是我们不愿意对坏的事情负责任。负责任其实本身它是一句很好听的一句话，它真实的意思是什么？什么叫负责任？负责任其实代表说你不再埋怨的，你不去埋怨其他人了。即使别人做错了，你也不应该去埋怨他或者指责他。如果你能够不去埋怨的话，不管那个人是对还是错，你都不会去埋怨。那有些时候你遇一些很真诚也没有犯错的人，但是因为你已经很习惯的去埋怨其他人了，那任何一点小事情你都会找到机会去埋怨的。那这样子的话，你可能就会这样子，你会因为这样子而去伤害了那一个人。所以如果说你能够去训练自己不去埋怨的话，即便是有错的人你也不埋怨的话呢，那你自然的就会避免去伤害这些好人。其实有些时候，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并不是有心去伤害一些好人，但是却是因为我们本身的习惯，我们嘴巴太习惯了，我们脱口而出的都是一些不好听的话，所以我们就这样子，因为长期的放任自己这个样子，所以就去伤害了那些好人。This is about being happy. Can it be achieved? Yes, it can. You can achieve happiness if you take responsibility. Your mother makes mistakes, your father makes mistakes, your friends make mistakes, your husband and wife make mistakes, your sister and brother make mistakes. Yes, everyone makes mistakes, but so do you. Whose mistake is bigger? It depends on your perception that what angle you are looking at them. The angle from which you look at the situation is proportionate to how big the mistake is. If you tell someone that this shirt is ugly, some people would thank you for telling them and change their shirt. Some people would not go to the party with you anymore because they have a big ego trip and feel completely down and depressed. How big the problem is depends on your perception. Accept. Accept does not mean you have to stay in a deep dark hole. Acceptance means you find Buddhist method, human determination, respect, understanding and letting go. To transform the difficulties with patience and acceptance, you do not have to be a Buddhist to practice Buddhist principle. In fact, these are humanistic principle. 所以刚才说，你要改变这些习惯，你不要去抱怨，这样子你不但你怎么说呢？你不会去伤害到一些无辜的人。所以这些东西是什么东西？他讲这些其实都是关于怎么让自己变得更快乐。
但是有可能达到的吗？那人不就说是有可能的，只要你学会负责任，为自己负责任，你就能够快乐。学会为自己负责任的意思就是你明白一切都是自己种下的因，所以你要为自己种下的因负责任。所以你如果愿意负责任的话，你就能够快乐。因为每一个人都会犯错，你的母亲会犯错，你的父亲会犯错，你的朋友、你的丈夫、妻子、兄弟姐妹都会犯错，每一个人都犯错，其实你也一样。那谁的错误是比较大的？那全看的什么？看你本身的认知，看你对待事情的态度和角度。你看那个错误的大小，那你该以什么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那些都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如果你告诉一个人他的 T 恤很难看，有些人就会去感谢你，你告诉他真心话，把自己的 T 恤换了。那可能另一些人呢，他受不了，他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一种话，他从此再也不跟你去一起出门了，因为他们自尊心太强了，他们也觉得非常沮丧也忧郁。所以同样的一句话，你同一个用心所做的一些动作，用在不同人身上呢，就会得到不同的结果。所以问题是怎么样，问题有多大，全部其实取决于我们本身的认知。他说我们要去接受，为什么呢？这样接受其实是什么？接受并不意味着你必须在一个很黑暗的一个深洞里去接受，并不是一个很吃亏的一种很怎么说呢？是一个很无望的一件事情，不是一个完全被动的事情。那接受其实代表着你愿意用佛陀的方式，用人的决定，你要去尊敬、去了解和放下，然后你再用耐心和接受来转换你的困境。而且你要实践这些佛陀的教法，并不是要成为一个佛教徒。那事实上呢，只是一些人性化的一种选择，一种原则而已。So how do I make myself happy? A. Stop putting projection on other people. B. Stop complaining. Just shut up. Every time you want to complain, recite the mantra Om Shut Up Home Pet instead. You don't want to do mantra, sadhanas, prayers, and prostration because you don't have time or you can't push yourself. That's okay. What you can do instead is to not complain. You can do that anytime, 24 hours a day. If you keep complaining, you are not helping anyone. You will create more animosity and you will chase people away. So getting angry at people and stop getting angry at people and stop ignoring people. Take responsibility. Stop expecting others to change. You change. Stop expecting other people to talk to you first. You talk to them first. Stop expecting them to be a better person. You be a better person. You do it. You believe in Buddha and you want to be a Dharma practitioner. So you change yourself. Don't ask why the world isn't changing. The whole world is looking at you, asking why you aren't changing. What's easier? To change the whole world or change yourself? If you keep trying to change the whole world, you will be fighting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with anger. Change yourself. Transform yourself. It's very simple, but very deep and very profound. 那这是这一节的最后的几段了。那具体呢，就教到说我们应该怎么让自己变得更快乐。那这里教了几个小原则。他说，首先呢，你要停止投射，你要停止对别人的投射。那很多时候我们对别人的看法都是一些来自我们本身的一些投射。那这些投射呢，你放下了，那你对别人的看法就会改变了。那第二个，你要停止抱怨，把嘴巴闭上就好。每一次当你想要抱怨的时候，那你就开始去念，比如说闭嘴，空白。那如果你没有时间，或者是没有办法逼自己，你不愿意去念周星咒，你不愿意做仪轨等等的，那没问题，那你可以不抱怨。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做这件事情，1天20小时都可以。如果你继续抱怨的话，你将不会帮助任何人，你只会制造更多的仇敌而已，你也会将别人从你身边赶走。所以请负起责任，为自己行为负责任。第三个，别期待他的改变，你是你本身，你才是那个必须改变的人。你别期待别人先对你说话，
你要先对他们说话，你别期待他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你自己本身要首先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你首先你本身，因为你是一个，你比别人有这样子的功德，你听闻了佛法，你学会了佛法，那闻思修嘛，听闻了思考了，就开始去实践它。你听到了，你就开始去实践它，那你比别人先早一步，是由你身体力行的去改变其他人。所以你自己本身先做。你要成为一个佛教徒，你要成为一个好的佛法修行者，你相信佛陀的话，你就要改变自己。不要再去问世界为什么没有改变，因为同样的，当你在等别人，在等对方改变的时候，那全世界也在等着你，很奇怪，就是在等着问你为什么你还没有改变。所以哪一个比较容易呢？这你要改变全世界还是改变自己？那当然是改变自己啊。所以如果你只是一心想要改变全世界的话，怎么说呢？控制自己都控制不到，你怎么去控制其他人？那你当然结论只有一个，你一辈子都会在愤怒。所以改变的是自己，首先改变自己，转化自己。那这是非常简单的，但是意义是非常深重的。那好，那今天的这个第14节呢，就是宁静来包含了不抱怨，这个内容我们就分享完了。在结束之前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做一个回向。如宝珍贵菩提心，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菩提愿，岂不退转倍增长？如宝珍贵之空性，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空性宝，岂不退转倍增长？愿使修一切功德，利益所有众生助法弘，显明至尊上慧名称师，所示佛法心要诸圣教。我愿世世不离真上师，我愿随时享有圣正法，并于地道功德圆满后，迅速证得金刚持果位。愿我趁此善根力，速即成就上师佛，一切众生尽无余，心灵安置是佛地。愿弘扬中喀巴法王正法理则记，自系将来之征兆，一切随缘悉圆满。其他人之三世，一子相属二之意，祈愿上慧名称佛，教法永驻圣增长。愿昼吉祥，夜吉祥，昼夜60恒吉祥，一切世中皆吉祥。唯愿三宝常摄受。至尊上师身受永稳固，妙善法也普及遍十方，上位教法聚光照三域，众生未尽，其性恒常住。那好，我们这期分享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